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時事發靚正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俾個 like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要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多謝大家，各位觀眾，恭喜發財！今日係大年初二，首先同大家拜個年，祝大家馬年行大運，龍馬精神，萬事勝意。尋日先同大家講完單房署禁公屋保安收利是嘅新聞，講到公屋保安嚴格禁止以任何形式收取利益。但係規矩仲規矩，現實仲現實。根據最新報導，鴨脷洲利東村就發生咗單保安孖台收利是事件，仲要懷疑即場拆開嚟睇，引嚟街坊熱議。有人不滿批評做壞規矩派利是。今日我哋就嚟詳細重溫呢單利東村利是風波，分析下點解明知規矩所限，依然有人派利是，有人收利是，仲要惹嚟爭議。再總結下我哋作為市民應該點樣睇同處理呢類情況，先同大家交代翻成件事嘅來龍去脈。大年初一，唔少市民都會外出拜年，有網民喺 Facebook 街坊群組利東揮手區發帖，話佢好耐冇返娘家，今日返去就發現一個特別現象，保安孖 duty 即係有兩個保安員一齊企喺座頭。佢笑稱知道保安公司可能係擔心新年多人出入，所以要加派人手保護屋邨，但佢同時發現一個細節，但呢兩位姐姐會即場開利是，意思係有街坊派利是俾佢哋，佢哋收咗之後會即刻拆開嚟睇入面有幾多錢。街坊回應佢都係即時睇，呢個 post 即刻引嚟唔少街坊留言討論。有街坊話自己啱啱先向其中一個保安派咗利是，我剛俾佢都係即時睇，證實咗呢個即拆行為並非單一事件。對於保安即場拆利是呢個行為，有網民批評無禮貌，認為就算好奇想知入面有幾多錢，都唔應該喺人哋面前即刻拆，咁樣好似好時話，唔尊重派利是嘅人。有人話公屋俾睇更，盡晒咪兩草20蚊，睇嚟做乜即場開又真係差啲。街坊見怪不怪，新年一定孖台鬥利係。不過亦都有好多街坊對於新年期間保安孖台企喺度嘅現象，似乎已經見怪不怪。有人留言話，幾年前開始咗，一到大年初一，一定兩個人鬥利是，東葉都係孖台，你嘅位置算少，東安5F 入口有時3至4個，每座大廈經常唔同人。有街坊仲大新年期間出現嘅保安員好多時都唔係平時返開工嘅長工，而係臨時調配或者兼職，夜晚更是晚晚唔同人。佢哋認為，如果係平時幫開自己嘅保安派封利是慰勞下都仲可以理解，但如果係啲臨時工，只係新年先出現嚟鬥利是，咁就唔想俾可以唔俾。不滿聲音，住客做壞規矩派利是。除咗批評保安嘅行為，貼文下面仲有唔少留言，係不滿部分街坊做壞規矩派利是。佢哋認為房署已經講到明保安唔可以收利是，點解仲要派？咁樣只會令保安難做，亦都破壞咗規矩。留言包括：我想話做壞規矩派利是嗰啲住客多啲咯。我着西褲恤衫棟響度等人都收到2封，正常情況係唔應該收利是。如果即刻開嘅話就更加有問題。保安人員收利係有機會觸犯防止賄賂條例。喺討論呢件事之前，我哋要先重溫翻相關規定。根據房屋署舊年嘅表示，房委會喺同所有公共屋邨、商場同資助出售房屋嘅承辦商合約中，已經明確規定其員工不可向居民、租戶或店主索取或接受任何形式嘅利益，包括現金同禮物，即使係節日，亦都唔例外。換言之，公屋保安員收利是係違反合約規定嘅行為，如果被發現，可能會面臨紀律處分，甚至被解僱。好啦，事件重溫完，我哋要入正題，分析下點解明明有白紙黑字嘅規定，依然有人派利是，有人收利是。呢件事背後反映咗香港社會幾層深層次嘅矛盾。第一層，人情味 vs 制度規矩，呢個係最核心嘅矛盾。香港人好重視人情味。尤其係新年派利是呢個傳統習俗，係用嚟表達對對方過去1年辛勞工作嘅感謝同祝福。對於好多街坊嚟講，樓下嘅保安員日日幫手開門、收貨，睇住個門口已經好似半個街坊咁熟。新年派封利是係一份心意，唔覺得有問題。但制度規矩就係規矩。
房署嘅規定係為咗防止任何可能出現嘅利益輸送或者偏私對待，確保公共資源嘅公平運用。從制度層面睇，呢個規定係有道理㗎。當人情未遇上制度規矩，就出現咗矛盾。街坊想表達心意，保安員想收客意頭，但制度話唔準。利是嘅傳統意義係利利是是，係一種祝福。派利是係派嘅人主動表達心意，而唔係收嘅人開口要求。當你主動向人開口攞利是，你就將呢種祝福變成咗一種索取，甚至係一種壓力。對方可能本來都打算派俾你，但係你一開口攞，佢就會覺得好唔舒服，好似被逼咁。而且唔係每個人都有能力或者打算派利是俾每一個人。有啲人可能經濟緊張，有啲人可能有自己嘅考量。你主動開口攞，可能會令到佢哋好尷尬。作為屋邨嘅保安，你嘅職責係維護屋邨嘅安全同秩序，唔係向住戶索取利是。你嘅薪金係由管理費支付㗎，住戶已經透過管理費支付咗你嘅服務，利是只係一種額外嘅心意，唔係必須㗎。第二個問題就係當面拆利是，呢個係更加嚴重嘅失禮行為。喺中國人嘅傳統禮儀入面，收到利是之後係唔應該當住送禮人嘅面打開嚟睇㗎，呢個係基本嘅禮貌。點解唔應該當面拆？因為人哋讓做會令送禮人尷尬。如果佢俾得少，佢可能會覺得唔好意思；如果佢俾得多，佢可能唔想你知道。無論點樣，當面拆都會令到對方唔舒服，而呢樣做顯得你好睇重錢。當面拆開嚟睇，即係你好想知道入面有幾多錢，呢個會俾人覺得你好物質、好貪心。三，呢樣做忽略咗人嘅心意。派利是嘅重點係個心意，唔係錢嘅多少。你當面拆開嚟睇，即係你只係在乎錢，唔在乎人嘅心意。傳統上收到利是之後，應該講聲多謝，然後將利是收好，等到私人嘅時間先至打開嚟睇，呢個係基本嘅禮儀。呢個女保安當面拆利是，反映咗佢完全唔識呢啲禮儀，或者佢根本唔尊重呢啲禮儀。無論係邊種情況，都係好有問題嘅。呢個女保安係屋邨嘅保安，佢嘅工作係服務住戶。作為服務業人員，佢應該更加注意自己嘅態度同行為。服務業嘅一個重要原則就係顧客至上。你嘅行為應該令到你服務嘅對象覺得舒服，而唔係唔舒服。呢個保安嘅行為主動索取利是、當面拆利是，都係令到住戶覺得唔舒服嘅行為。呢個同佢嘅工作職責係相違背嘅。一個好嘅服務業人員應該係收到利是時，真誠咁講聲多謝，表示感謝住戶嘅心意。如果住戶冇派利是，都唔應該有任何不滿嘅表示，呢個先係專業嘅態度。呢件事喺網上引起咗好大嘅討論，網民有唔同嘅意見。大部分網民都係批評呢個女保安嘅行為，孖台收利是已經好有問題，仲要當面拆，呢種人真係冇家教。我派利是係一片心意，你當住我面拆，好似喺度 check 我俾幾多咁，好冇禮貌。呢種保安應該炒咗佢，影響晒成個屋邨嘅形象。我住喺嗰度，以後都唔想派利是俾佢啦，派咗都唔會俾人尊重。保安嘅職責係保安，唔係乞利是。呢種行為完全唔專業。呢件事亦引發咗一啲關於派利是文化嘅討論。其實我哋係咪一定要派利是俾大廈員工？派利是本身係好嘅傳統，但係如果變成俾人追住攞，咁就唔係好事。有啲管理處會喺新年貼通告，話員工唔會收利是。我覺得呢種做法幾好。我覺得派唔派利是應該係自願㗎，唔應該有壓力。講到呢度，我哋都可以探討一下服務業員工喺新年嘅處境。新年係普天同慶嘅日子，大部分人都會放假同家人團聚。但係有啲行業嘅員工係需要喺新年期間返工㗎，例如保安、清潔工、物管員、餐廳員工、零售員等等。呢啲員工喺新年返工，確實係辛苦㗎。佢哋冇得同家人一齊食團年飯、拜年，仲要喺度工作。所以我哋對佢哋表示感謝，派個利是俾佢哋係一種好嘅心意。但係呢種感謝應該係自願㗎、真誠㗎，而唔係被逼㗎。如果服務業員工主動索取利是，反而會適得其反，令到市民唔想派。同時，我哋都要明白，服務業員工嘅人工可能唔高，新年返工可能有額外津貼，但係都唔會好多。
佢哋可能真係需要錢先至會咁心急，但係無論幾需要錢，都應該保持專業同禮貌，因為你嘅行為唔單止代表你自己，仲代表你嘅公司、你服務嘅屋苑。如果你嘅行為令到住戶不滿，最終受影響嘅係成個屋苑嘅管理形象。最後，管理公司嘅態度都好重要。如果管理公司真係嚴格執行規定，見到有保安修利是就即時處分，甚至解僱，咁自然會起到阻嚇作用。但現實係好多時管理公司都隻眼開隻眼閉，尤其係新年期間覺得一年一度算啦。呢種寬鬆嘅執法態度變相鼓勵咗違規行為。保安員見公司冇乜點理，自然會收；住戶見保安照收，自然會繼續派。結果就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。講到尾，呢單利東邨保安修利係事件係一個典型嘅人情 vs 規矩衝突。要打破呢個困局，可能需要幾個方面嘅努力。第一，加強宣傳教育。房署同管理公司應該加強宣傳教育，向住戶同保安員清楚解釋規定嘅背後原因同埋違規嘅後果，等大家都明白呢個規定唔係為咗麻煩人，而係為咗保障公平同避免法律風險。第二，提供替代方案。對於想表達心意嘅住戶，管理公司可以提供替代方案，例如設立一個打賞箱，等住戶可以自願投入利是，然後由公司統一收集，再平均分配俾所有前線員工。咁樣既可以避免即場拆利是嘅尷尬，又可以確保公平，仲可以令員工感受到公司嘅關懷。第三，嚴格執法，一視同仁。管理公司應該嚴格執行規定。對於違規收利是嘅員工，要按合約處理；對於堅持派利是嘅住戶，亦都應該溫馨提醒，甚至發出警告。只有做到一視同仁，先能夠維護制度嘅權威。第四，住戶要自律。最後，住戶自己都要自律，明白你想表達心意，但請諗下，你嘅心意可能會令保安員陷入兩難，甚至害佢失去工作。如果真係想多謝佢，可以選擇一個唔會令佢難做嘅方式，例如寫張心意卡，或者口頭講聲多謝你過去一年嘅幫忙，新年快樂，一樣咁溫暖。第五，保安員要謹慎，保安員自己亦都要謹慎，就算街坊主動派，都應該禮貌拒絕，解釋公司規定。如果對方堅持，可以建議佢將利是投入公司嘅打賞箱，或者向公司反映。千祈唔好貪一時之快，收咗先算，因為後果可能好嚴重。好啦，今日嘅時事快靚正就講到呢度。對於呢單利東邨保安收利是事件，你又有咩睇法呢？你認為街坊應唔應該派利是俾保安？保安應唔應該收？你覺得管理公司可以點樣處理？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一齊理性討論，一齊學習點樣喺人情同規矩之間揾到平衡。多謝大家收睇時事快靚正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